晝夜的成因。地球每天繞着貫穿南北兩極的假想地軸自轉，面向太陽的一面是白天，背向太陽的一面是黑夜，出現晝夜交替循環的現象。地球自轉一週是一日，約需24小時。時區和時差。地球上不同地區由於在不同的時間受到太陽光照射，所以白天和黑夜出現的時間並不相同。為了方便人們生活，各地便按需要制定時區。同一個時區內的時間劃一，位於不同時區的地方，時間會有不同。我們稱不同地區的時間差異為時差。季節的變化。地球圍繞太陽公轉，地球公轉一周為一年，約需365日。由於地軸是傾斜的，當地球在公轉軌道上運行到不同的位置時，南北半球受太陽光照射的角度也有不同。當太陽光直射北半球，該處所受的光比較集中，所以溫度較高。那時北半球是夏季。在同一時間，南半球因為太陽光斜射，該處所受的光比較分散，所以溫度較低。那時南半球是冬季。相反，當太陽光斜射北半球，並同時直射南半球時，北半球是冬季，南半球是夏季。